希望这杯喝下去，明年我们也有。哎。
金曲奖！是啊是啊是啊。今天去哪里？哎，去哪里？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我们先放着哈。可以可以。来来，已经，来，一就是定很棒。对，然后先给他坐下。谢谢你们来。哎呦，我准备好了呢。我们期待很久了呢，这里。对呀，看哥哥他们都来过了。先来干杯的部分。是啊，也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姐恭喜姐，恭喜谢谢，恭喜恭喜！希望这杯喝下去，明年我们也有。哎，一定要来，一定对了，哎，很期待你们作品，先喝，先喝，对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集是最后一集呢。啊，这一季的最后一集。啊，这一季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都含着眼泪在布置啊，这样还蛮开心的。所以今天算是有点毕业典礼的感觉。对，也是有点庆功宴的局。啊，对，杀青嘛，杀青。对，好，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串烧烤肉。对对对对，你刚才放说就一直闻到烤肉的味道。真的。对。还有这个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小猪脸吗？小猪嘞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还有卤味，然后今天还有很好吃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天生姑姑。对，然后其实最重要是今天有啤酒。啊！而且特别冰块特别多。哎，太多了。来了。那我先吃一颗冰块。你很棒。哎，加柠檬那个鱼可以撒个柠檬。不是咬一口鱼然后倒嘴巴。哦。没有，是这样。对对，要。不怕酸。真的香吗？这个什么红色的味道？哎，这里有油温的味道。哎，没有，你们是集结了8集的味道。这里有点不耐。哎，好，这个槟榔渣。哎，哎呦，还是要洗一下嘛。来，好，你们先。你先吗？紧张的笨，哎呢。好，我们先吃。从哪里？先鱼好了，反正都淋了。好，来来，从鱼开始。为什么？吃看看。是生鱼片吗？没有，大概3分熟啊，3分鱼，很好喝哎。有够咸吗？有。好啦，有这个哎，这个很像那个路边在卖的。对啊。哇啦，然后中间我放菜。敢吃吗？所以但这串都是你串的吗？对啊。我们着重在摆盘。
没有哈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第2季要用的啊。回去我去拿一个啊，因为我怕等下又是生肉片。没有啦，可以吧？这个。这个有呢。哎有。那个 Q 等下可以吃一下。好，那个洋葱是有的。肉没有啊，有肉，对。肉有啦，有啦，有熟啦。这个牛肉也很好吃。哎呦，这是牛肉。对。我刚才以为是山药。好像山药。还是羊呢？好了，你们可以那个整串都吃。好，没问题。香肠可以香。这个海干很好吃的。好吃。因为有时候其实通常我们的中秋节都很少回家。对呀。因为都有表演嘛。你们最近又那么忙。还好，因为最近忙都是因为那个鬼门开啊。对啊，我们忘记回去了。对呀，我来。他们说都关了，我们还没回去。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们的新作品？近期有在整理，然后我们有在已经编曲完，都已经弄好了，就是在等发行。有预计什么时候吗？其实本来预计是上半年，然后现在变成就是因为有一些过程嘛。来为我们的金牌金曲2位精英，恭喜姐，恭喜姐，恭喜姐！谢谢，干杯！是。在这边我们就谢谢大家。结束了。最快。好了，我们先调音，调音一下啦。你看他的前奏 OK 了哈。可以耶，舒服的，下次就可以表演了。这个可以啊，一起啊，就是一个团体。永文哥他们、洪文哥他们一起啊。你说他们负责烤肉？你敢吗？我不太敢。开玩笑的啦。今天真的很舒服哎。真的，旁边又是又有溪，然后今天又在部落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自然。非常适合带来一首部落的金曲，也是部落金曲。对，这首歌叫做《白米酒》，然后虽然说到现在，他们怎么讲艺名哦，就是已经不知道谁写，然后谁作词作曲的，一直在传唱。对，这首歌真的很厉害。那如果说大家会唱的话，好不好？对，记得投20块。部落的带来这首《白米酒》送给大家。白米酒。没有人能够比你强，我为你痴迷，我为你疯狂，真叫人如此着迷。一杯杯我不介意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醉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千杯万杯，再来一杯，杯。金曲的部分，呀，solo，好好听哦。白米酒，我爱你，太爱你了吧。没有人能够比你强，我为了你痴迷，我为你疯狂。
中，叫人多么着迷。来喽，激烈一点的，起来！一杯一杯，我不介意，是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我醉了，没有人理我。前辈怎么样？再来一杯，兄弟，我们旋风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是，对，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，非常的荣幸，我们能够担任最后一集的嘉宾。对了，也就是压轴了。对，也希望不是最后一集。当然不是。对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季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。对，那第2季就由我们开始。又是我们。不是，怎么会换人？我们不是拍2季吗？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们订阅，然后打开小叮当。对，小叮当的妹妹叫小叮铃，小叮铃不是谁在乎扑的吉他夫接下来这首歌，如果你会唱，我们就一起来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感谢主，一起来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磊，太突然了吧！再鼓一个。有，辛苦了。赢了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可以少了你？感谢主。